韩国瑜竞选办公室委任律师已经在今天，也就是10月7号的上午，在高雄地检署针对于黄光芹女士以涉犯加重诽谤罪，还有公然侮辱等罪嫌，提出了妨害名誉告诉，包括了公然侮辱有4件，加重诽谤有3件，一共提告7案。那么针对于黄光芹女士在这段时间是在脸书强烈的污蔑了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以及韩国瑜的家人的人格，严重的诋毁到了名誉。那么韩国瑜竞选办公室呢，在委请律师搜证之后，是决定针对其中的7篇文章，正式提出7条的妨害名誉告诉。那么正如同韩市长一再强调的，就算是爱与包容，也要有一个限度。为了要导正社会风气，保护人格不再被恶意抹黑，所以我们决定温良恭俭，再也不让。而我们也郑重呼吁黄光芹女士呢，应该要公开澄清道歉，并且立刻停止这些不实言论、不负责任的不实言论，否则我们将持续采取法律行动，以正视听，来遏制社会的歪风。韩国人！